多人問我種牙點解會揀博愛曙光醫院？老實講，每間醫院價錢都差唔多嘅時候，梗係揀翻間服務質素好啲嘅醫院啦。博愛曙光醫院咧，從關口到醫院再到睇牙、種完牙，成個過程都好順暢、好舒適。基本上咧唔使我自己去對接啦，到邊個步驟，姑娘都會帶我過去，幫我照完 CT 之後咧，醫生咧就會好細心咁幫我喺電腦面前逐個話俾我聽，有咩問題要點處理，會喺電腦上面畫圖拉埋線話俾你聽，適唔適合做植牙。咁我個人認為咧，醫生一對一嘅講解咧非常重要，有充裕嘅時間同醫生溝通，更加了解我哋嘅牙齒情況，每一步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咁樣先至放心種牙噶嘛。我種嘅呢隻牙咧，原價差唔多要60千，補貼價之後咧，大概2-3千就可以搞掂，抵好多啦。而家點擊視頻下方鏈接申請種牙補貼優惠，真人客服聯繫你，講解具體嘅方案，你都睇下你嘅種牙費用啦。